亞東喺婚姻入邊一直都扮演住嗰個咩都得嘅角色，每日天未光光就起身整早餐，送個女去學校，放工翻嚟之後買餸、煮飯、洗碗，佢家務全部都冇包晒，連太太娘家嘅水電維修、長輩嘅醫生都係冇一手搞掂。佢從來都唔會埋怨，成日都係默默咁勤力做嘅，實實在在嘅運作住。其實喺心入邊藏住一個好卑微嘅交換條件，只要我做得夠多夠好，你總有一日會俾我感動㗎，係咪？你總會心痛我嘅辛苦，俾我一個擁抱或者講句多謝佢，係咪？但係現實就好似一巴掌咁打落嚟，因為亞東付出得太穩定，太過沉默，呢啲努力嘅太太眼中慢慢變到好似空氣咁，自然存在嘅時候完全冇感覺，等到佢哋先至會覺得窒息。太太變得越嚟越挑剔，埋怨地板拖得唔乾淨，又嫌佢餸菜成日都重複。最令亞東心寒嘅係上個禮拜冇發高燒，佢喺梳化上面，太太放工翻到屋企第一句唔係問你有冇事啊，反而係帶住情緒嘅問：點姐今晚煮咩飯？囡囡要食咩啊？嗰一刻，亞東聽到自己內心有啲冇徹底碎咗嘅聲音，佢就喺崩潰嘅時候，亞東揾咗一位資深嘅輔導導師，導師同佢講：亞東，其實係你親手將你老婆寵到變咗一個咩都唔識做嘅人，模糊嘅愛只會令界線崩潰。當你選擇做個隱形人，就唔好怪人哋睇唔到你。亞東翻到屋企，佢好似平時咁入廚房忙，反而請老婆坐低，喺攤開咗一張家庭分工表。上面密密麻麻寫住原本全部都係隨一個人背晒嘅100幾十樣瑣碎事。佢平靜咁望住老婆對眼，語氣溫柔但好堅定：老婆，以前我以為默默付出就係深愛，但而家我發現咁樣只會令我哋兩個都病晒。我變咗做滿肚怨氣嘅僕人，而你就變咗覺得一切都理所當然，甚至連感激都唔識嘅客人。呢樣對我哋對個女嘅教育都係一場災難。佢停一停，跟住繼續講：由今日開始，我唔再做隱形嘅聖人，我會繼續做呢啲嘢，因為我愛呢個屋企，但我唔會再默默咁做。我需要你睇到，我哋付出要有回應，要有尊重。如果我病咗，你仲係當我哋付出係透明嘅，我由聽日開始會減少我哋勞動，直到你可以重新嚟到背後嘅付出有幾重為止。太太一開始覺得好嘢同唔舒服，但當亞東真係停咗做嗰啲理所當然嘅服務，唔再幫佢洗車，唔再幫佢搞咗娘家嘅雜事，甚至家務都淨係做必要嗰啲事，太太先至發現，原來嗰啲自動完成嘅嘢背後其實係亞東花咗咁多時間同心機。亞東唔再係個卑微嘅索求者，開始建立清晰嘅情感界線。喺學識嘅付出之後，都會講出自己有幾啲。佢學識咗向太太要求一個擁抱，睇返佢有底線嘅格調，反而令原本死水一潭嘅婚姻重新有嘅波動。太太都開始學習由客人嘅角色回歸到伴侶，愛唔需要聖人，需要嘅係真實嘅伴侶。亞東明白咗一個道理，睇見係需要俾教育嘅。如果你總係默默承受一切，別人就會理所當然咁享受一切。建立邊界唔係為咗推開對方，而係為咗保護自己。嗰粒愛人嘅心不被枯竭。唯有當你學識尊重自己嘅付出，其他人先會學識點樣啱啱咁去愛你。